1937年开始的8年抗日战争，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，单人口就少了5000万，消耗了至少5600亿美元的资源，被掠夺金银财宝和稀世文物不计其数，经济几乎崩溃。国难当头，时局动荡，刚刚萌芽的粤剧种子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停止发育，反而在上海租界中迅速发展。1939年9月，成为一座孤岛的上海，已有20几副粤剧班子占据了10几个剧场。1941年，京剧4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蓄须明志，西迎舞台，京剧在上海滩的影响日渐减弱，昆曲濒于消亡，话剧界、电影界的众多精英撤退去了陪都、重庆。粤剧经过几次革新，逐渐成为沪上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戏。京剧评论家梅花馆主1942年6月10日在《申报》著文称，女子粤剧在各种地方杂剧中居然有独着先边之势。1942年10月28日，对100年粤剧史来说，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。这一天的上海大来剧场挂出了新粤剧的招牌。当天的戏是袁雪芬主演的《古庙冤魂》。在袁雪芬演过的几百本戏中，这本戏不算经典，但她却掀开了新粤剧运动的帷幕。当时什么有些我给点蛮好，他把导演请来，刚刚舞蹈快到了，舞蹈日快到了，1943年嘛，是刚刚日本做改革，对吧？一批这个农业工作者，华籍的一批都到内地去了，到延安去了，还留了一批人，这批人请他来做导演的，毕业还是他们。干嘛导演啊？他们根本就艺术在提高了。从1906年在盛县乡下问世，到在上海滩出人头地，粤剧已过去了30多年，名有了，钱也赚了，可粤剧还只是一种下里巴人喜欢的地方小戏。即使是在最时髦的上海滩，也是上不得台面的乡下把戏。当年的粤剧皇后姚水娟也赶到了。1937年8月13日，敌军向上海进攻。1937年8·13事变爆发，上海成为一座孤岛。江浙人士大量涌入租界，躲避战乱。姚水娟所在的粤声舞台是第一个来到孤岛的粤剧戏班。姚水娟很红，在当年一提起她的名字，上海滩无人不晓。而在杭州更有三花不如一娟的说法。可姚水娟很迷茫，她感到老是演一些老戏、路头戏，总有演摊台的那一天。尤其现在国难当头，如何唤起民众的觉醒，也是一个中国人起码的良心。1938年的5月，美国《生活》杂志发表了一集来自中国的照片，那是一个匈牙利摄影家卡帕拍摄的台儿庄保卫战。这个使日本损失1万精兵的中国村庄，被卡帕描述为日军的滑铁卢。这一年的抗战十分惨烈。
听闻报道的姚水娟有些激动，她找来了杭州老乡，当过《大公报》记者的樊梨为她编写新剧。樊梨刚从日军日夜轰炸的武汉来到上海，他失业了，是来上海讨晚饭吃的。樊梨对戏曲是个门外汉，但他为姚水娟写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却一炮走红。1938年9月，上海天香大戏院女子越剧改良的帷幕徐徐揭开。当姚水娟扮演的英武飒爽、气度轩昂的花木兰一亮相，立刻博得了满堂的喝彩。评论界称之为是振聋发聩、使人猛醒的时代好戏。当时上海英文版刊物《大陆报》盛赞姚水娟饰演的花木兰犹如法国的女英豪圣女贞德，这是外文报刊第一次赞美越剧艺术。那是抗日那个社会统治时期了，上海是第三区啊，日本佬占领的，占领以后的社会比较混乱。某天呢，就是这个姚水娟同他那个编辑了，叫万里。伊到万里是大家侪是蛮头气个了，讲出来，伊讲侬还是要用布巾，那么用布巾了。搿辰光搿个叫伊做，伊讲侬做花木兰下去好。每人都有个爱国心嘛，是不是？日本佬来侵略我们嘛，我们要反抗的。那么伊种花木兰伊得来是人家观众侪老欢喜看。这些反动派啦，说在报纸登出来，天香大戏院是有一颗定时炸弹。巾帼英雄花木兰连演27场，将近1个月。不仅为越剧老观众们津津乐道，还吸引了京剧、电影界的人士前来观摩，使越剧一夜之间拓宽了观众的层面。编剧樊梨此后一发不可收，陆续写了《蒋老五殉情记》《孔雀东南飞》等11部大戏，其中时装戏占了一半，突破了女子越剧只演古装戏的局限。当时的上海在淞沪会战后正处于日军占领之下，观众既夸赞姚水娟的技艺，更敬佩她的爱国热情与胆识。不久，在媒体举办的观众投票中，姚水娟被推选为越剧皇后。搿辰光是叫越剧皇后了，是了，越剧皇后。搿辰光我总记得有一天啊，阿拉学生子懂了勿懂了，有一天人是交关关。搿辰光还来了天香大学的，人交关关侪来，哎哟，姚水娟，恭喜侬，恭喜侬！因为姚水娟呢，她是文武兼才，同时呢，她这个唱腔呢，那是也是一个代表人物。大概也是搿辰光天香大学搿能介出来的。大概嘛，里向我也有得看几个，啥个有得帮小小么是提名，伊是个叫那么文，是吧？那么呢，梅兰芳是搿个第四。为什么他这个网友与众不同呢？是群众选出来的。上世纪50年代，樊梨跟随宁波越剧2团去了千里之外的新疆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的越剧团担任编剧。退休以后回到杭州养老。有一天，老人突发奇想，去看望了处境非常困难的姚水娟。2位老人相对无语。此时的姚水娟已身患绝症，来日无多了。1942年的秋天，姚水娟还如日中天，依然是上海滩的越剧皇后。不过，一场比她的越剧改良更激进的新越剧运动，在大来剧场悄然拉开架势。一个叫袁雪芬的青年艺人要继续革新越剧。
这场后来奠定了中国越剧地位的新越剧运动，却是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奈中开始的。它的起因甚至有些悲壮。1942年农历的正月初5，一个被人们称为闪电小生的越剧明星马章花，在人们新年的祝福声和鞭炮声中，走完了他21岁的生命旅程，满怀悲愤地离开了人间。马章花是盛县马家村人，10岁学艺，是越剧界第一个到广播电台唱越剧的演员，也是最有名的女小生。她还和电影明星周璇在电台合唱过一首叫《还是团圆好》的歌曲。因为马章花当时在上海确实是红白的，红了半白天。她的演出啊，这个卖手啊，那当时真不可想象。在剧场个排位可以排到这个门口，因为当时的辰光。这商店这个有喇叭的了，有都是每天听到马章花的声音，所以他这个红呢，红起来是闪电一样快。剧场老板陆根第对马章花垂涎3尺。在马章花和一个大学生自主恋爱结婚，离开大来剧场自立门户后，陆根第叫了一些黄色小报记者炮制文章，对他进行人身诽谤。一向傲气的马章花因此悲愤成疾，一病不起。他怎么死的，我心里太清楚了。这人好讲，很聪明，这个人也是属于改革的。章花家呢，压力比较大，就是所谓的些流氓啊，就是报纸上模拟啊，这样就是被人家骂死的。他是非常傲气的那样的一个人，到哪里去伸冤呢？所以他死了以后，我们好像非常郁闷的，越来越吐血了。两兄我的一来比来一爱醉。马章花与袁雪芬搭档3年，台上珠联璧合，台下情同姐妹。当袁雪芬听到马章花去世的消息后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，一口鲜血喷涌出来。她愤然离开了上海，回到了家乡盛县杜山村。当施银花这些越剧第一代女演员大红大紫的时候，在离袁雪芬家3里路的柳岸村兴福庵有个4季春戏班，常常是天还没有亮。后来成为一代越剧大师的袁雪芬和傅全香他们几个，就在师傅鲍金龙的严厉教导下练着基本功。一个上午练下来，有时连一口水也喝不上。和同代人不一样，袁雪芬走上越剧之路完全是爱好，她是自己迷上了舞台，那水袖挥舞、唱词袅袅的越剧深深地吸引着她。袁雪芬的父亲是当地的小学教员，颇有些清高，他坚决反对女儿学戏，甚至以断绝父女关系为要挟。但是袁雪芬主意已定，离家是仅仅拿了一把扇子就去学戏的。那样呢，我母亲去世了，1个月不来看我，所以在那个很早熟的一个年度2里啊，那个我穿的衣服都是这些姐妹姐给我穿的，到那里我也不晓得天高地厚。第一天晚上跟谁拼谱，就跟傅建香。因为搿辰光我的有些份拼谱的呀，伊们呢不到火手的呢手，所以阿拉师傅一看阿拉2个人呢，就是讲有些份是唱青衣，搿辰光也不懂个啥青衣，我们唱花旦，
我当然不懂了，就所有一篮子的乐队才是我演的，一篮子的小姐嘛，才是袁雪芬演的。袁雪芬随戏班闯荡上海滩还只有15岁。1936年9月，袁雪芬随班在上海泥城桥通商旅社小剧场演出，她白天都不敢一个人上街。而正是这样一个胆小的小姑娘，一到了舞台上就刹那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演谁像谁，仿佛人世的繁华都已一一经历。仅仅5年之后，刚满20岁的袁雪芬就成了粤剧的一面旗帜，由她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新粤剧异军突起。这是反对她演戏的父亲袁茂松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为搭档马章花之死，袁雪芬一怒之下回老家养伤了。可老家也非世外桃源，地主恶霸汉奸隔三差五邀请袁雪芬去唱堂会，她均以奉行素食为借口，一律拒绝，闭门不出。几个月后，袁雪芬回到了上海。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，到处弥漫着亡国的空气。日本鬼子的铁蹄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了，连一种知名演员都在跳草裙舞，竞技舞台上面是吃。可是我看了话剧呢，我完全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。我先看到是一个党人文，就叫秋瑾，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。然后呢，再看文天祥。这文天祥那个到文天祥受年的时候，人生事故在屋里去担心赵汉卿啊，我就是鼓掌啊。那这个鼓掌，我深深感觉到日本鬼子已经进入中国界了。来了日本鬼子的眼皮下面，可以演出文天祥那样的戏。这种的鼓掌声跟观众的共鸣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。所以这个看了这个戏啊，对我是个很大的转折。我觉得做人要学文天祥，有气质的。那个演戏也要唱正气歌。当年上海滩的剧场完全商业化运作，老板掌握着剧场的经营大权，演员是自由职业者，与剧场只是合约关系。一个酷热的下午，袁雪芬快步走进了剧场。剧场老板陆根地望着突然回来的袁雪芬，装出了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。袁雪芬没有客套，她单刀直入，提出要革除剧场的陈规旧习，建立编导制，上演新戏。陆老板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。我跟老板讲好，我们一发3张，这个我演什么不演什么，这个一定要我做主的。我的工资可以少一些嘛，所以我只拿4000块一月，我不求1000块。因此我的求求人对我大为不满。你赚4万块钱演老戏，用不着你动脑筋的。我可以拿1万块，你拿3万块。你现在拿4000块给我1000块，那只有3000块，你干嘛呢？所以叫我娘一定要阻止我有这改革。我觉得真的要改。我除了4公调啊、什么青班啊、14剧啊这些留下来，其他我统统不要。我有滑稽，统有滑稽的，没有编剧要有编剧，没有导演要有导演。1942年10月28日，袁雪芬新粤剧运动的第一部作品《古庙冤魂》在大来剧场公演，座无虚席。袁雪芬的3万多包银终于没有白花。其后新编粤剧《断肠人》《雨夜惊梦》《边城儿女》也相继亮相。在以后1年多的时间里，袁雪芬所在的4季春戏班共演出了30多个新剧目，月月有新戏，戏戏有创新，令上海的粤剧界为之一振。我后来去了以后，你就看到他的化妆，他的化妆是水粉化妆的时候，化妆以后嘛，我自己是搞化妆的，这个水粉化妆好像跟这个舞台这个布景配合不舒服，
我是不是可以搞油彩化妆？哎，好像他是很赞成这个。所以这些呢，自己有种感觉的东西啊，点，啊，要有本子，要有导演，要有舞台设计，我们的服装也要跟近期不一样。因为他有了文艺工作、新文艺工作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舞蹈都有啊，都跟这各种空缺事物，哎，好嘞。袁学芬的新越剧不仅剧目新、形式新、组合新，在唱腔上也有创新。越剧从最早落地唱书传承的四宫合调，到1925年施银花与琴师王春荣合作创造质朴明快、抒情活泼的四宫调，为女子越剧找到了自己的音乐。在排演由南威编导的新戏《香妃》时，袁学芬为了表现香妃不忘国破家亡的内心世界，与拉京胡出身的琴师周宝才合作，首创了适合于表现人物悲愤沉郁的音乐曲调《彩调》。小屋那苦命的无独有偶，后来也在大来剧场的范瑞娟在演出《山伯临终》时，也和琴师周宝才合作，把整台戏的G调即兴地唱高了一个调，同时吸收了京剧中反二黄的旋律，对越剧四宫调中的落字调进行丰富和演变，创造了抒情性极强的弦下调。彩调和弦下调是越剧音乐在新越剧运动中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。这两种曲调与施银花创造的四宫调，至今仍是越剧的基本曲调。袁学芬的新越剧运动很快就被上海的越剧戏班所传承，在上海演红了半边天的尹桂芳和竺水昭也举起了新越剧的旗帜，越剧的春天仿佛就要到来了。1939年腊月19，上海16铺码头，从宁波来的客轮靠岸了。在熙来攘往的旅客中，一个中年人领着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从3等舱里走了出来。他们匆匆地雇了2辆黄包车，向老闸桥旁的永乐茶园驶去。这个黄毛丫头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尹桂芳。今天在越剧界著名的尹派便是由尹桂芳创立。在舞台上，她多扮演风流潇洒、文雅温柔的书生。1939年寒风中的尹桂芳还只是又一个来上海滩讨生活的戏子。尹桂芳的老家和越剧发源地盛县毗邻，在新昌县坎下村的小龙潭。当我们拍这个片子时，尹家原有的那几间老屋已荡然无存。数年前在修建高速公路时，尹家老屋被埋在了高速公路的路基之下。这是时代的变迁，它几乎默默地见证了生活的改变。尹桂芳原名尹喜花，小时候曾经缠过小脚。在她9岁那年，父亲得了重病，又无钱求医，直到父亲被放进棺材的那一刻，她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父亲。1929年4月，尹桂芳投靠了盛县上东乡下任村的一个小歌班。她想，学好了戏，她就能有一个饭碗了。
但他第一次学戏的梦竟如此短暂，因为经营不善，他到小歌班仅仅只有7天时间，小歌班就关了门，他又一次被生活拒绝了。可是尹桂芳毫不气馁，他知道对于他来说，只学戏这条路了。在科班里，他学的是花旦。在他17岁那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应一家戏班之邀，尹桂芳去了舟山的沈家门，并在那里改演小生。就在沈家门，尹桂芳结识了竺水昭。竺水昭是盛县人，比尹桂芳小2岁，供花旦。在共同经历了一次意外的牢狱之灾后，两人义结金兰。他们2个人共患难以后是结拜姐妹的嘛。我第一次看到尹阿姨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叫杜阿姨，其他阿姨我都叫阿姨嘛，一般都是阿姨就比较开，她叫大阿姨，大阿姨就是比较特别亲，我们讲起上海话就真正的自家姨娘，就这个意思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到尹阿姨家里去玩，每次到她家，她都会知道我喜欢吃米老鼠汤，每次就是一波米老鼠的。在竺小昭的记忆中，或许早已没有母亲竺水昭与大阿姨尹桂芳的昔日风光，而人称舞台情侣的尹桂芳与竺水昭，当年正是上海粤剧的一块金字招牌。和袁雪芬一样，尹桂芳对粤剧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。她和竺水昭合计了一下，不顾老板反对，一起亮出了新粤剧的旗帜，请来一个叫于银的文化人做编导，编排了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时装戏《夜深沉》。夜深沉一鸣惊人，龙门大剧院外人如潮涌，客满排日夜高悬。此后他们又推出了拿手的王牌戏《何文秀》，逐渐形成了以女小生为主的粤剧新的表演风格。尹桂芳由此赢得比美男子还美的美男子之美誉。由袁雪芬率先倡导，尹桂芳和竺水昭积极参与的新粤剧运动，很快风靡了上海舞台。粤剧名伶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小丹桂等纷纷响应，使粤剧在大上海风行一时。粤剧名伶也像电影明星一样成为大众偶像。我如果是有心欺负你的话，明儿让我掉在河里变一个大王八。1944年，电影《红楼梦》上映，周璇红极一时。你原来是一个营养辣枪头。好了，快把这个花去埋了吧。国难时期，周璇一直奉行一菜一汤的节约标准。在闲暇时间，他常去观看新粤剧。据说他对粤剧的兴趣来自马章花，那个几年前和他一起在电台唱过歌的粤剧名伶。